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3月7日。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列王记上卷第6章第1节到第4节，21节到22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节到23节。今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厝。圣殿礼拜堂，或者是讲会幕，咱讲这是为什么人来起？咱来看圣经的记载，上早期以色列人还未出来集的时阵，还未有这出来集的记载的是创世纪时期根本嘛无会幕。迄个时阵敬拜上帝拢是伫迄个外面，当地的石头刻起来，就伫遐来甲伊贴做即个祭坛，来敬拜上帝，伫会幕是伫即个出埃及记25章开始，上帝吩咐摩西以及以色列人，迄个时阵有约柜，然后才开始有会幕。所以有约柜了后，上帝来要求摩西爱做会幕，并且连即个材料、寸尺、方式，上帝拢吩咐甲真清楚。咱咧讲祭坛，起坛即个代志，代表上帝伫遮啦，即个伫创世纪即个代志，所以咱用即个雅各做例啦，伊欺骗伊的阿兄甲伊老爸了后，伊来逃走，咱用这做一个题目来看。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咱记载看伊伫路中，要去野舅的路中，伫伯特利的所在，雅各伫遐咧困，伫遐做梦，看见天梯有天使伫遐起起落落咧无影，佫有声对伊讲雅各讲话啦，雅各伊就安尼讲这是啥物所在是遮尔啊通惊吓这毋是别个，就是上帝的殿啦就是天的门然后伊就用这石头伫遐来敬拜上帝这大概就是讲伫还未有会幕进前一种形式啦然后咱看着会幕的时期，咱就已经讲着是为着这个约柜所存在。约柜也是种施温座放伫迄个会幕的至圣所的内面。咱会当对于出来第26章第31节到35节的经文来去看着，约柜所放的所在是上帝这个咱讲上帝10条诫这是上帝的话，放伫迄个所在是代表上帝。所以，迄个会幕基本上是咧放上帝的话，是咧上帝要伫地的所在这是伊的意涵啦过来，咱来看圣殿的时期我想咱拢真熟，就是讲，当大卫伊想要替上帝起圣殿的时阵，上帝叫拿单去甲讲伊讲你甲我的奴仆大卫讲耶和华安尼讲，你检是通去做圣殿，互我徛起的人嘛？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到今仔日，我未捌带过殿宇，也常常伫会幕甲帐位内底咧行踏甲我凡我甲以色列人所行的所在，我敢捌以色列人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来讲恁是安怎无爱甲我起这个变香茶的殿宇呢所以上帝表明伊并无需要，伊嘛毋捌要求会幕以外用这个变香茶所起的这个圣殿。上帝表明伊甲以色列人同在同行伊是安尼的上帝，就是咱咧讲以马内利的上帝。
后来代表伊顺服上帝旨意，伊并无强求去上帝圣殿啦吼，也是互伊的囝所罗门王来去做上帝圣殿。所以咱主要看这圣殿，因为一个尊叹上帝的话，甲会幕藏上帝的话，迄个意思其实是足共的吼。过来咱讲伫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所咧甲咱讲的是基督的殿啦吼。啊，这个殿的概念是用耶稣基督做基础，做根基。圣经讲我用上帝互我的恩赐，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起好这个根基，别人伫伊顶面来开始起造。其实这个讲教会啦吼，但是无每一个人拢谨慎家己伫这个怎样伫这个根基顶悬来起造。所以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无有人会当伫这个其他的所在，其他的根基来做。啊，这个根基就是有人要用金，也是宝石，或者是要用这个材料，也是草，也是稻果来起造。到审判的日，每一个人的这个工程好歹拢要显露出来。因为大火要将来试每一个人的工程，互伊看迄个品质来出现。若阵伊起造的工程是经会去火的考验，伊就得到将这个报赏吼。如果伊的工程是去互火烧去，那伊就是了去啊啦吼，伊家己检查会得救会对火出来安尼吼。所以咱会当看去讲，咱所起造即个所谓的教会，耶稣基督做根基的，这是基督的殿，会堪得经历着即个考验考试啦吼。因为这个殿是用耶稣基督做根基嘛，所建立的，是一种灵命的殿啦，人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这是咧讲教会足清楚的吼。耶稣基督基础做建立的，是敬拜上帝的所在。是领受典福气的所在。到落尾伫哥林多前书所咧讲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咧讲到另外一个上帝的殿的概念。大家的翻译是讲上帝的厝啦吼，上帝的家吼。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咱真熟的这个经文，伊甲咱讲到什么是上帝的殿？伊讲你一定知影，恁家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住伫你的内面，你若用和合本的经文来讲，岂不知道你们是上帝的殿所以咱家己是上帝的殿啦。所以基督徒必须爱正做家己正做上帝的厝。迄意思就是讲，伫咱的生命内底有迄个神踮伫咱的内面，这就是真下伫咱咧讲的洗礼意义啦吼。洗礼约翰所讲的讲。我是用水甲你行洗礼但是耶稣基督要用安那圣神甲火来甲恁行洗礼。伫迄个洗礼个别信仰的迄个时阵，圣神就落住伫咱的内面，咱就是上帝的殿，咱这个人就正做上帝的厝。哥林多前书第3章10节到15节的经文讲真正确一个真好的提醒。迄个建材其实是一个譬如啦上帝根本就无需要用金器的所在来大嘛其实伊咧讲啥是讲咱的品质，迄个生命品质是纯金的，会堪去炼的，是石头的，有够勇的，也是安尼是稻草的无见证的。所以咱爱有好的见证，就亲像遐好的建材共款，咱的肉体也是咱的生命，要正做迄个上帝的厝。17、18节咱讲，因为有人要毁坏上帝的殿啦上帝一定要毁坏伊，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上帝的厝是神圣的，咱是上帝的厝撒旦要甲咱毁坏所以经文讲，恁家己是上帝的殿，人毋通家己欺骗家己。连中间若有人按照世间人的标准掠做家己有智慧，伊反倒当会变做愚妄。咱人正做迄个。认为家己是愚妄的人，就是真正有智慧的啦所以咱爱会记，咱就是上帝的厝，爱有好的品质。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8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9篇，列王纪上卷第6章第1到第4节，21到22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到2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房子。在圣经里面的整个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圣殿啊、礼拜堂啊、会幕啊，那这些都是为谁而盖啊？我们知道，在最早期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的记载之前呢，在创世纪所谓的族长的时期，并没有会幕。那个时候他们敬拜上帝呢，都是在外面，遇见上帝的地方，他们或许是捡个石头，在那边摆一摆，堆叠而成来敬拜、献祭。在会幕呢，会幕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5章，上帝开始有吩咐摩西要造这个约柜然后要求摩西要造会幕并且规定了建材、尺寸、方式，都吩咐得非常清楚。那这个我们需要来谈的，第一个就是足坛了上帝在这里是足坛的意思我们就用那个雅各所谓的以色列做例子。当他欺骗了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哥哥，得到长子名分之后呢，他就逃走了。他准备要去他舅舅家逃难，在路上，根据创世纪28章16节到22节的记载，在伯特利的地方，他躺着，用个石头靠着这个石头上面睡觉，然后他做梦了，然后梦见有天使上上下下忙碌着，又有声音对他说话。然后雅各就这样反应，他说：“哇，这地方真的是很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他后来就拿个石头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献祭。我们就知道说，基本上就是说他在那边敬拜上帝，就是因为他知道体验到或者看见上帝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会幕，这个就是为了要将约柜、施恩座放在里面。在出埃及记25章、26章之后，31到35节呢，我们就看到约柜所放的约柜里面所放的是上帝的十诫，是上帝的话语。那上帝的话语是什么？代表上帝，所以那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放约柜在会幕里面，至圣所里面，那个意思就是说，会幕是在放上帝的话语。那上帝的话语代表上帝在那个地方上帝话语的家，上帝的家。那第三个时期就是我们所谓的圣殿时期那我们都非常熟的，起初上帝并不允许大卫来盖圣殿。上帝这样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圣殿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帷幕当中行走。凡是我同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所吩咐来牧养我民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不曾这样子上帝表明他并不需要，而且也没有曾经不曾要求过也要求会幕以外要用香柏木所盖的圣殿。上帝表明这样的心意他就跟以色列人呢是同行同在的上帝。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后来大卫顺服了上帝的旨意，他并没有强求说我一定要为上帝盖圣殿，我都准备好了
而是他将这个责任交给所罗门王他的儿子去盖了上帝的圣殿。那我们注意看看这样的整个背景，大卫想要盖圣殿，上帝不允许，那听了上帝的话，所以这个圣殿里面是有上帝的话，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了哈。那第四个，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到23节的经文这样说，他这边讲的另外一个概念的圣殿，或是上帝的家，这个地方说的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础的一个圣殿啊。经文这样说我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他的上面建筑，可是没有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自己在根基上的建造，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在这根基上面，有人要用金银或是宝石建造，也有人要用木料、草或是禾秸来建造。到了审判的日子呢，每一个人的工程好坏都要显露出来，因为大火将显露并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在那里的品质出现。如果他所建造的工程是经得火考验的，他就得奖赏；如果他的工程被火烧毁，他就亏损，而自己却会得救，像从火里逃出来一样啊。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建造教会，这个就是上帝的殿啊。另外一个角度的了哈，这边讲是教会。那我们的教会那个的品质是必须要经得上考验的，经得起考验的，因为这个殿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为根基的，不是耶稣基督经不经得起考验，而是在他的根基之上所建造的，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是金的，是石头的，是草的，是禾秸的，这个就看了哈。那这个是讲教会啊，以耶稣基督为基础所建立的，建立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是领受恩典福气的地方。这里是非常清楚了。最后一个角度在讲的上帝的殿，台语的翻译是说上帝的厝啊，上帝的家啦哈。哥林多前书第3章16节，我们非常熟悉的，就谈到上帝的殿的概念啊。他说：“你们一定晓得，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和合本的翻译是比较清楚，他是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你们自己，你们每一个人，其实不是在讲肉体而已哈，特别是在讲灵性，或是说我们的生命哈。基督徒自己必须成为上帝的家，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灵里面一定要有上帝的圣灵来代替。这个就是洗礼的意义啦哈。施洗约翰跟那时候接受他洗礼人说：“我现在用水跟你洗礼，可是将来在我后面来的要用圣灵跟我帮你们洗礼。”当我们接受洗礼、告白信仰之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这个灵就变成上帝的家。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节到第15节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材料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不是在讲说我们要盖的金碧辉煌的房子给上帝住，不需要的啊，坚固都不需要的，那是那种比喻。金子是可以被炼的，越炼越纯的。那石头是坚固的啊，不会被摧毁的啊。木头跟草跟禾秸，这其实就是在讲它的生命品质啊，生命品质。我们要有好的生命见证，如同在17节、18节他说：“因此要有人毁坏了上帝的殿，上帝一定要毁灭它，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你们自己就是上帝的殿。”
人不可自欺，是要你们中间有人按照世人的标准自以为有智慧吗？他倒应该成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谦卑，认为自己是愚拙的，他是有智慧的，因为他会依靠上帝，会让上帝进来。我们的生命要有上帝住在里面，我们是上帝的殿。